第61届葛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今天在洛杉矶史泰博中心 （Staples Center） 举行。美国乡村歌手凯西·马斯格蕾以《闪耀时刻》赢得当晚最大奖最佳年度专辑奖。以下为主要得奖名单：星号最佳年度专辑奖，《闪耀时刻》（Golden Hour）， 凯西·马斯格蕾 （Casey Musgraves）。星号最佳年度唱片奖，这就是美国 This is America， 淘气阿甘 Childish Gambino。星号最佳年度歌曲奖，这就是美国唐纳葛洛佛 Donald Glover， 艺名为淘气阿甘和约兰松 Ludwig Göransson。星号最佳新人奖，杜娃黎波 Dua Lipa。星号最佳音乐录影带奖，这就是美国淘气阿甘。星号最佳饶舌专辑奖，侵犯隐私 Invasion of Privacy， 卡蒂 B Cardi B。星号最佳摇滚专辑奖 From the Fires， 葛雷特范弗利特乐团 Greta Van Fleet。星号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，田道帆 Sweetener， 雅丽安娜 Ariana Grande。星号最佳流行二重唱斜线团体奖，搁浅带 Shallow， 女神卡卡 Lady Gaga 和布莱德利库珀 Bradley Cooper。星号最佳当代都会专辑奖，都是爱 Everything is Love， 卡特夫妇 The Carters。星号最佳节奏蓝调专辑奖，同名专辑 Her。星号最佳另类音乐专辑奖，色彩国度 Colors， 贝克 Beck。星号最佳乡村专辑奖，闪耀时刻，凯西·马斯格蕾，中央社。